用台语，互世间人知影，咱是台湾人。伫北欧旅游的第3天，希腊一个司机面带骄疑，细字问我：敢是甲中国人做伙斗阵佚佗？我甲解释，阮毋是中国人，阮是台湾人。这位司机用手比划，用英语继续讲。我一直有咧听恁讲话，毋过你的语言我毋捌听过。我知迄毋是缅甸人，你讲的话甲缅甸人真无共。自从直接知影有台语文以后，我规定家己伫生活中尽量用家己的母语台语和人讲话交谈，嘛强迫家己学习台语汉字、台罗拼音，参加台语读册会，看台语文章、诗作、小说、戏剧等等，来增加提升家己台语文的程度。怎会知即款制约家己语言的习惯甲表达，煞伫出国旅游的时，互外国人观察到、看到，对遮来认捌因毋知的台湾国家和人民。亲像，因为咱用台语好咧啊讲话表达，日本人知影咱是对台湾来，虽用诚恳的态度，一再甲咱阿里嘎多。伫美国通关的时，少年的海关人员请咱甲讲请安问好的台湾话。丢摆，芳泉饭店的马来西亚籍福建总铺师欢喜甲带咱参观因煮食的灶骹。隔伫芬兰在地的华语导游，听到伊接待台湾乡亲用台语交谈，感心甲喉甜目眶红。澳洲西边 Perth 卡西诺的马来总铺，主动问烧食米，互伫海外做工度假的台湾囡仔食。南边塔斯马尼亚岛上，中国北京上海籍的少年家司机兼导游，了解台湾人的语言，确实是和因中国无共。就是有准备台湾民谣的歌谱甲歌调出国旅游念唱。土耳其卡巴多奇亚大饭店的餐厅部经理，拜托人甲歌谱互因 copy， 互因的乐师通演奏较济较多元的世界音乐，来互各国的人客听。咱的望春风毋若献唱互北欧萨米原住民听。搁伫结湾饭店，请乐团替咱伴奏。伫结湾正崩空的时，规车咧唱丢丢动啊。然后若唱着丢的时，外籍司机就饲喇叭来赞声。搁有蒙古大草埔顶，照顾阮骑马佚佗的牧场囡仔，听阮唱新骑白马啊。心色欢喜甲一直陪阮走行。伫异国异乡拄着的台湾人，若听咱用台语小解交谈，定定拢会出声讲：真久毋捌听着台湾话啊！咱的台语就是遮尔好听，遮尔水。台语敢有咧教？连长的台湾话哪像咧唱歌？台语文化爱保留，倒位通学台语？是啦，伫21世纪多元多样的人类世界中，成长伫太平洋西边一只海岸顶的台湾人，无论伫世界什么所在，咱爱用咱家己的语言、歌声、音乐、文字、戏剧、历史，向国际出声定义。这是台湾，咱是台湾人。